今日煎特色荷包蛋，大家好。有4個款式，配搭咗不同嘅食材一齊煎，冇淨係食荷包蛋咁單調啦，增添食荷包蛋嘅樂趣。各位觀眾響睇片之前，請唔好忘記訂閱、分享同埋點讚喎，撳埋個提示鐘啊，有新片會第一時間通知大家。多謝支持。首先介紹第一款香蔥荷包蛋，準備1隻蛋啦，再準備一條靚嘅蔥，剪一啲蔥花響蛋嗰度，跟住就可以拎去煎嘅啦。加油落隻鑊啊，將隻鑊燒熱一啲喎，用中大火煎。加蛋落去之後呢，可以響旁邊啲蛋白整理一下，整齊一啲。建議你唔單止可以加蔥㗎喎，加芫茜或者加其他你喜歡嘅香菜都可以。咁呢邊煎到香香地呢，就反轉另外嘅一邊，都係啦，煎到旁邊位香香地。煎荷包蛋啊嘛，個蛋黃唔使煎到咁熟，生啲熟啲，響煎嘅時間控制一下。我就中意個蛋黃生一啲，咁我滗起佢先。嗱，隻蛋仲未調味，依家可以加返啲黑胡椒粉同埋鹽調味。我就中意個蛋黃生一啲，睇下流心蛋黃煎得幾靚，加埋啲蔥一齊煎，香蔥荷包蛋，有冇興趣試下呢？第二個款式，芝士荷包蛋，小朋友就最中意啦。嗱，我屋企啱啱有呢一種芝士，唔使專登買呢一隻噶，用任何屋企你有嘅芝士都可以。芝士唔需要加入蛋裏面，都係啦。我用咗1隻蛋，加油燒熱鑊，用中大火煎，隻鑊要燒熱一啲啊。加蛋落去之後呢，響旁邊位整理一下，煎到旁邊位脆脆地。咁響反轉隻蛋之前呢，就可以響蛋白嗰度加一啲芝士，然後反轉隻蛋。跟住又要較返細少少火，驚啲芝士好快脆燶。見到個蛋邊凝結之後，隻蛋可以喐動，就即係煎好咗㗎啦。嗱，煎好咗嘅芝士係脆脆地，要注意控制火爐，唔好太大火嚟煎啲芝士啊。咁芝士有鹹味，可以唔使調味㗎啦。黑胡椒粉呢，就隨你加唔加啦。流心芝士荷包蛋，睇見都想食，係咪呢？嚟到第3款咯喎，雜菜豆荷包蛋。今次我係用急凍嘅雜菜豆，可以用熱水沖洗一下，或者飛水都可以。擎乾水分之後，直接加埋落隻雞蛋裏面啊，小心啲唔好整穿個蛋黃喎。好啦，依邊都係要加一啲油落隻鑊嗰度，將隻鑊燒熱一啲，用中大火煎。加蛋落隻鑊都係要整理一下旁邊啦。呢個位加返少少雜菜豆添。煎到蛋嘅旁邊脆脆地，就可以反轉另外嘅一面。呢邊都係啦，蛋黃唔需要煎得太熟，隻蛋可以移動，喐得到就表示煎好咗㗎啦。
隻荷包蛋仲未調味㗎，加返啲黑胡椒粉同埋鹽。雜菜豆荷包蛋，有啲雜菜豆食落口冇咁流啦，口感清新。咁嚟到最後一款咯，熱狗荷包蛋又係小朋友嘅至愛。我用咗一隻蛋啦，一條熱狗腸用唔晒㗎，將熱狗腸切薄片，唔好切得太厚。嗱，加油落隻鑊，將隻鑊要燒熱一啲，用中大火煎。加蛋落去之後呢，將旁邊嘅蛋白整理一下，留返多啲蛋白位加熱狗腸。都係啦，將旁邊嘅蛋白煎到脆脆地，隻蛋挑佢一下，容易移動。就可以反轉另外嘅一面，跟住將個火較細一啲啊，因為熱狗腸好容易煎燶㗎，用慢火煎，煎到另一邊嘅蛋凝結，咁就完成㗎啦。記得啊，煎熱狗腸嗰邊呢要較細一啲火，熱狗呢唔係好受火，好容易煎燶㗎。嗱，我會加返啲黑胡椒粉，鹽呢就唔加啦，因為熱狗腸有鹹味。嗱，有冇觀眾唔想食咁生嘅蛋黃呢？如果想隻蛋黃全熟或者半生熟，就唔好咁大火煎，俾啲時間煎到隻蛋黃你喜歡嘅生熟程度。特色荷包蛋，唔好以為炒蛋先至可以加蔥啊、雜菜等等嘅其他食材，荷包蛋裏面都可以加入你中意嘅食材，增添食荷包蛋嘅樂趣㗎。好啦，多謝大家睇到片尾，有時間請播放下片尾嘅廣告啊！多謝支持，響下一集我哋再見。